咱在日前来看南投市大庇社区上较有名的农特产品，就是龙眼。为了要好来社区这个囡仔了解当地特色，这摆特别办理儿童的体验营，并且带这个囡仔玩龙眼，甲做龙眼米糕。南投市大庇社区办理儿童体验营，今日小解在地上出名的农特产龙眼，让囡仔了解家己故乡的产业。儿童体验营啦，哈。今天我们做的是桂圆米糕，还有那个桂圆红枣茶。大庇社区发展出龙眼米、龙眼干等等的农特产，这摆嘛带囡仔亲身体验烘龙眼和做龙眼干米糕。这个很补的食品哈，早期哈，像是那个身体比较虚弱啊哈，还有贫血的啦，好啊，还有安神的作用。这次的活动让我认识了在地的农特产，所以觉得很新鲜。把烘好的成品做成桂圆米糕，这次的活动让我觉得很新鲜也很好玩。透过营队，让囡仔亲身体验，而且会当甲优质农产推广，予更侪人知影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另外，可以上 LINE 贴图小铺来购买华视主播的官方贴图。